民进党立委辛碧阳和中国中情公安局以涉犯分裂国家罪立案侦查，国台办是讲这是维护统一的行动。咱国公安局嘛表示讲，着爱特别注意一寡亲中国家的引导条款。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表示讲，会要求驻外单位加强因应中国跨境镇压，随时来调整旅游的警示。 其实有蛮多国家在这一个中国的要求之下呢，去引渡不一定是政治犯，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甚至连检察官跟法官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惩戒的范围。那他们对于一般人民会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危险呢，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已，这个危险其实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台湾人身上。强调家己强也不是威胁，民进党提会新片由和中国中情公安局发布通报立案调查，指控以涉嫌分裂国家。根据外交部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加入等超过60个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国家60外国完成引渡条约签署，向前加速中共施压他国，要求引渡台湾人或支持外国公民的港股。 换言之，就是说，像王委员或者是说沈博阳委员，是他们也只能到友好国家去，未来会是这样子的走向吗？这种威胁呀，是引起全世界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威权扩张。那至于说所谓缺席审判呐，然后所谓的这个不受时效这个追溯时效的限制啦，其实这个是。 20年来他们逐步在铺陈。要如何因应？要如何应？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宣导，然后也跟友好国家，其实在不断的针对这个东西交流。外交部表示，已经真侪摆敲电和驻外管处加强防范跟因应中国跨境镇压，也就是当闭关合的可能，各跨进行调整旅游警示。多地传授会敏感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回应一句：“台湾都是台湾。”林佳龙也强调对台美关系有信心。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以及非常密切的，包括安全、经贸、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对台美关系有信心。伊表示，代表密切的沟通管道，也纳传习会同时做起 APEC 包含各个重要的首长会议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